这场比赛，咱们打起精神来，赢下来不光篮球馆能保住，兴许还能参加县里的正式比赛。漂亮，王成，来队长，陈硕别开小铃铛，掩护伟力，膝盖伤这么重，行不行啊他？哎呀，行不行都得上，再不上以后就没机会了。不是说这场球赛要是打赢了，学校能重视点儿，这球场不绑下来了吗？那是你们异想天开，拆迁令都下来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换人吧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配队，24号，组长犯规。之前篮球馆说要拆，是因为我们打不烂。校长亲口跟我说的，这是你们最后一场比赛，打完这一场，你们爱信不信，他就把这篮球馆给拆了。以后我再也不打球了，再打我就是狗。咱们没白努力啊，可能未来哪天这生活难的让我觉得都挺不下去了。想到今天，想到咱们哥几个，我咬咬牙，我就觉得都能挺过去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还得是秦秋啊，球打得漂亮，说话也给劲儿。我不就这些吗？有功夫，还是练练球。你不是说你在打球，你就是狗吗？啊！